我知道错了，师傅，不要再念咒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帮到底了。我就知道你在。人妖炼通常没有什么好的下场的，所以当心误入歧途，万劫不复啊！斧头帮要是输了，就地解散帮会。斧头帮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本，如果没有了斧头帮，我们就无家可归了。所以，我必须要应战。开始啊！操练！操练！你怎么在这儿，师姐？要是你遇到那个猴子，你会怎么做？说话呀！当然是报仇了。怎么个报法？你是杀了他，还是继续让他骗得你稀里糊涂的，哭碎了心？我会杀了他。好，记住你今天说的话。男人的话，没有一句是真的，只有蠢女人才会相信男人的鬼话。白晶晶，不要忘了你曾经摔得有多疼。爱他，不爱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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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爱他。你有病啊！你大晚上的，你在我后面当什么鬼？你吓死我了！你才有病！大半夜的在这搞什么玩意儿啊？我，你笑什么啊？不是，那我是来好心提醒你的。白晶晶和春三师娘他们俩都是妖怪，我告诉你，等他们两个把这个唐僧抓住之后呢，肯定把他给炖来吃了。所以呢，你自己最好小心一点。哎呦，把他们说的那么厉害，那么吓人，你倒是把他们给收了呀！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之前那场大战让我元气大伤，等我……是，你已经说了很多遍了，我不想再听了。所以呢，待会儿等我抓住这两个妖精之后，肯定把他们给绑起来，然后闭嘴行不行？那个妖精那么漂亮，就算咬了我一口，我也是不会介意的。没吃饭是吗？啊！誓死血战，扬我为名。来我这儿下战书的就你们几个呀？谁说下战书的就是来应战的？再说了，那个人都被你们打得生活都不能自理了，还让他来踢馆，这难免太过于残忍了吧？不是，你们几个拿什么跟我们打？打架？莽夫武斗，君子文斗。我们作为君子，那当然是以才华来决一死战。既然你们都已经下了战书，我们有不应的道理吗？没有。
抠查什么呢？拼起来，咱会不会办事？以文会友，3局2胜定胜负。你们到底帮不帮这个忙？不帮。要是我输了这局，我还有什么尊严苟活于世？我作为一帮之主，让这些信任我的兄弟们承受如此屈辱，还不如让他们跳崖算了，一了百了。死啊！赶紧的。我们要是没了，谁给你们查脚底板上有痣的人？姑奶奶有手有脚的，这么点事儿，还仰仗你了？要不是我们尽心尽力的帮你们查脚底板，那些人也不会找上来。那些人不找上来，我们斧头帮就不会承受此等奇耻大辱。若斧头帮没有承受大辱，我兄弟们也不用跳崖。你放屁！是你作孽太多了吧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晶晶姑娘，外面就是我这帮斧头帮的兄弟们。他们离开了斧头帮寸步难行，出去就是死。你忍心看着他们死？师姐，他说的也有些道理，要不咱们帮他们一回？不帮。有请。哎呀，同是江湖中人，酒逢知己千杯少啊！坐，我去准备酒菜啊！哎，你们这是？我们斧头帮有个规矩，谁要是进了我们斧头帮，就别想空着肚子回去。坐。哎，你们的帮主去哪儿了？啊，我们帮主去出宫了。别着急啊，等他出宫回来，我们也就吃饱了。快吃，快吃！二位姐姐，你们应该这样想。我们怎样想还用你教吗？是，没错。我的意思是呢，那些人为什么会这么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呢？我不想这么想，我想那样想。那行，那就那样想。还不是因为我们到处翻人脚底板。有的时候呢，我又喜欢来回想。来回想就更好，够谨慎。我喜欢。他们聚集起来，说明我们盘查的仔细，来回的骚扰到了他们呀。但是大多数时候呢，我又选择不想。不想也行。你是不想失去我们这些尽心尽力为你打工的免费苦役了？好了，师姐，你就别再逗他了。我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的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说，你呢，有时间会被我毒哑，然后我再去找一群免费的、不用花钱的哑巴当苦力，滚开！你可花钱也凭我清静。二位姐姐，你们看在我脚底板的份上，我求求你们帮帮我吧！我求求你，帮帮我这个忙吧！不喜欢、不愿意、不帮啊，滚开！就算到时候斧头帮解散，我也要让你在五岳山寸步难行。你好好算一下啊，刚刚我走了几寸？我不知道你晕没晕，反正我已经晕了。
这俗话说，这朋友来的道远，大家乐呵，是不是？是。哎，是哪里的俗语啊？这啥俗语？这是《论语》，孟子说的可有名了。对，孟子，你看看人家，看看你，你没有文化，以后你就别想做咱们这个斧头帮二把交椅，哎，知道？这。还不快赶快谢谢你们二当家啊！谢谢。这言外之意，这头把交椅就要归你了。是啊。来，祝贺！恭喜啊！来，哎，这，来，回去。二当家，你看我这样可以吗？我看他们已经把挑战这事儿忘得差不多了。我觉得他们挺让我怀疑的。怀疑啥？他们这帮人不会打着比武的旗号来蹭吃蹭喝吧？来啊，好气！我不，你们要是不帮我，我现在就滚出去！滚啊！那么多废话，还不快滚！我早就应该这样滚到那帮人面前，当场咬舌自尽。赶紧去，快点死！滚！那我滚了，我真的滚了，我滚了啊！那我去了。慢着！你再不拦我的话，我就太没有面子。闭嘴！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师姐，之前我们的赌局，你还欠我一件事情吧？怎么，这么快就想用了？对。你真的确定让我帮他出战？确定。好啊，帮就帮啊！从今以后，我们两不相欠。成交。好的很，好的很。两位姐姐，能不能先帮我解一下？来，喝！爷爷，你看不起我吗？孙子，你2口，我1口，走着。不行，我得喝3口。二当家了。怎么了这是？你们一个个的还开始称兄道弟了是吗？看不见你至尊宝爷爷在这儿站着呢。行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看不见后面这2个美若如仙的仙女姐姐。谁要踢馆呢？赶紧的啊！姑奶奶还有事儿。谁啊？谁要踢馆啊？啊？谁？打扰我和兄弟喝酒，跟我削了！是。好像是咱们吧？约了3场文斗，是吧？对呀。哎，那字写错了。没错，没瞧见第1个字写得很复杂吗？哦。喝酒，各位，预备，开始。倒计时，5、4、3、2、1，停。第1轮踢馆方胜。你怎么说话不算数？
师妹，你何出此言呐？你只道是让我去帮他，又没有说帮他赢。我只是按照之前说好的规矩来的，不是吗？哼，算你狠。不用那么生啊，那边墨都请过来了，很不体面。环保一点嘛，下一轮换张新的。哦。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这是排骨啊！我知道。有没有别的菜？别的菜他们都已经吃了，你不是可以吃这个吗？算了，你听着，我们做这个只是为了分，不会让你吃的。啊，加油！我相信你。不能输，不能输，输了就没下一轮了。一定要赢！一丁点肉都没有啊！我是想出奇制胜，肉谁都吃过，但在这个浮躁的世界，有几个人能静下心来好好品尝骨头的味道呢？要不拆了你的骨头让你尝尝，不争气的玩意儿。第二轮，斧头帮胜。又拿了刚才那张纸是不是啊？欺负我看不见啊？没有，换新的，换新的。是吗？抓阄吧！我先来。凌于正兮列于行，左参一息，右任伤。这样完蛋了吧？买2轮西执4马，原欲伏羲鸡鸣鼓。帮主好厉害呀！那是，我是谁？至尊宝啊！而且我是有文化、读过书的人。刚才那个捡豆子的捡，肯定也错了。白痴。床前明月光。你赢了！你们这是在开玩笑吗？就你们这3个书生，一个做手工，一个做菜，还有一个卖笑的，就是没有一个读过书的吧？斧头帮胜！休息一下。大师兄！大兄，大兄，师傅被妖怪抓走了！师傅，老沙来救你！大师兄！大兄，大兄，师傅和2师兄都被妖怪抓走了！老沙来也！小礼物先刷起来啊！好嘞，1、2、3，追！浩哥，快来救我！这不是演习，是某某直播。
来陌陌用视频认识我，视频社交就在陌陌。怎么自己一个人啊？走，喝点去啊！人和妖居然一起摆酒设宴，我这个神仙当的真是失败。哎呀，葡萄，你也别太伤心了，这两个妖毕竟都不坏，对不对？哼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何况他们两个是妖。怕什么？有你这个神仙在，对不对？哎，这倒是说对了啊！有我菩提老祖在这儿坐镇呐，谅他们也不敢造次。你去哪儿？我的菩提洞里还在烧水，我去看一下啊。你走了，他们大开杀戒怎么办啊？你放心，你放心，我已经把他们震慑住了。他们到时候要做什么事情，你就报我名就行了啊。不，喝一杯，你着急走干嘛呀？来，哎呀，这拉着。哎呀，不是不给你面子，我得去看看我的水呀。师姐，想什么？跟我们下去一起喝啊！啊，滚下去！喵。看什么呢？我在想，我们当初为什么要来到这里？师妹，你还记得吗？当然记得了，是为了找那只臭猴子和唐三藏的转世。可是我们有什么进展吗？没有。有。这个至尊宝身上一定跟这个转世孙悟空和唐三藏有关。不可能啊！师妹，你跟我说实话，这一次你跟他出去都做了些什么？看到了什么？听到了什么？一五一十告诉我。没有任何下落。他是个普通人，不是那只臭猴子。即便他不是那臭猴子，他也一定知道孙悟空和唐三藏转世的消息。师姐，不是我偏袒他，是真的没有。师妹，既然你这么想，那后面的事儿就跟你没关系了。你又想干嘛？师妹，你别忘了，这里只不过是个土匪帮，怎么平白无故多了个神仙呢？走了啊！哎，来继续啊！来，站别走，别说。哎，你干嘛？哎！来，再来话，我掐死这个转世孙悟空，让你以后永远找不到唐三藏。你说什么？他是转世孙悟空？喂，你假装一下，你不假装我们俩就死了，知道吗？已经快死了，送一点行吗？他怎么可能是孙悟空呢？他连我的三昧白骨火都受不了，不可能是孙悟空。这种天机你也敢泄露？开什么玩笑？你是不是脑子有点病？啊？怎么了？喂！你以为我真怕你那什么三昧白骨火？你烧吧，来真的呀？烧！好啊！别停啊！有本事你别停！我孙悟空就把手放在这让你们烧，一点事儿都没有，是不是？咱们让他们见识见识，烧手我也不怕。真的交了也没事。是啊，交了怎么了？原来你就是那个负心人。
什么要骗我？什么为什么？臭猴子，500年前，你不仅骗了我，还骗了我师妹。这500年，我恨不得每一天都生吃了你，把你挫骨扬灰。我？哇！你去哪儿啊你？你作为一个神仙这么不讲义气？没事，我还有我一群兄弟。抓住至尊宝！上！快跑！快跑！那我走了，我真的走了。快走！帮主，讲义气，我这辈子跟你值了。臭猴子，我看你往哪里跑！如果我是孙悟空的话，500年前我就一棒子打死你。那我现在给你机会啊，把我打死啊！你以为我不敢呀？打呀！没事，不要惊慌，不要害怕，淡定，淡定。哎，对呀，就是嘛，那个和尚马上就死了，有什么怕的呢？不对，那头蠢牛是笨蛋啊，肯定被那小子忽悠了。不行。小子们，都给我利索点，做得好的赏你们唐僧肉吃。进来！不好了！不好了！慌什么？不是，那个猴子又回来了。啊？还敢回来？小子们，在走。小弟孙悟空拜见牛兄。牛哥，臭猴子，我饶你一命，你又回来送死，就别怪我不讲情义了。在临死之前，小弟弟还有句话想跟你说。有屁快放！其实，我并不想吃那唐僧肉。屁放完了，那就受死吧！哎！你说你不想吃唐僧肉？嗯，对。既然你不想吃唐僧肉，还千辛万苦的设套抓他，你当我白痴啊？我只想他死。那只死苍蝇，满嘴仁义慈悲，但你看看，他都对我做了些什么呀？痛不欲生，痛不欲生啊！所以现在我只想抽他的筋，喝他的血，吃他的肉。其实也可以只抽他的筋。总之，牛哥哥，弟弟我只求他死透，暂无他求啊！哼，这你大可放心，既然他已经落入我手，还能飞了不成？那可不一定啊！你当我傻？
只不过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臭和尚，能有什么本事啊？哎呀，跑了，再来一个。你先来。不行。二位小兄弟，其实玩弹球呢，也是一种修行。弹球不是这么玩的。所谓呢，眼观鼻，鼻观口，口观心，心随意动，意由心生。在玩弹球的时候，也要抱着一颗仁慈的心，保证心如止水，然后。喂，大师厉害了，已经打住了，太厉害了！阿弥陀佛。哥哥呀，那个唐僧呢，虽然说手无缚鸡之力，但是阴险狡诈的很。哥哥，你虽然威猛雄壮，但是你十分天真浪漫，很怕你会中了他的奸计啊。你当真不想吃唐僧肉？其实呢，到这个份上了，要说一点也不想呢，那都是假话。但是哥哥放心，唐僧的心呢，自然都是哥哥的。至于其他边角料什么的，如果哥哥开心赏我1、2根手指头什么的话呢，那小弟还是会却之不恭的。好兄弟啊，你这话倒实在，我信你。你们轻一点呐，不要那么粗鲁。哎呀，悟空啊，悟空，你是不是又喝酒了？师傅跟你说了多少次，出家人是不能喝酒的。哎呀，小苍蝇啊，随便你怎么说喽。我今天来呀，是为你送行的。把火烧旺了，把唐僧扔进去。啊！哎！让我洗个澡先行不行啊？牛施主啊，你吃我没用了！牛施主啊，我跟你说，你吃了我也没有用啊！你运气很差，你会生不如死啊！等一下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吃我没用。下去。我说你运气很差。趴下来。大哥，你干什么？我运气真的很差呀！过来！你怎么知道我运气很差？牛施主啊，你印堂发黑，都是因为这里啊风水很差。如果不敢，不要听他瞎扯呀！他一个搞慈善的臭和尚，搞什么风水啊？悟空啊，此言差矣呀。虽然我们的流派和学派都不同，但是道理是一通百通的。直接掐死你得了！哎呀，瞎犊子！我这七里山的风水怎么就不好了？有啊，真的很差。你看你这个大厅啊，密不透风，明媚的阳光都不能够直接射进来呀。在风水学上面呢，就叫不见光，容易积阴气。我们是妖怪，阴气本身就重，你没感觉到吗？我感觉到了，所以要阴阳协调嘛。你最近呢，是不是和夫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很和谐，仿佛身体被掏空？哎呀，最近确实感觉，这就是原因所在了。因为风水差，所以你的运气就很差，所以你和夫人的关系很差，你和兄弟的关系也很差。来呀，我帮你看一下。牛施主啊，你看积雷山山势西低东高，第一不利于健康，第二不利于守财。如果你的运势本身就有些倒霉的话，住在这里只怕是会越来越糟啊。我运气的确不太好。茅房。茅房？茅房正对着你的大门口。俗话说得好，流水财留不住啊。在风水格局上，这叫上水直通下水，破财呀。建议把它迁远一些，可能不是很方便，但起码对你好啊。还有这么多讲究啊？是啊。可有破解之法啊？有啊，但是要大兴土木，改一改风水格局才行。牛哥哥呀，你千万不要相信他，这是他的缓兵之计呀！
驼服。我已经是牛施主的瓮中之鳖，我这唯一的徒弟也不认我了，恐怕贫僧就算是上天也逃不了了。只是贫僧曾经立誓，一定要度化悟空。积雷山的风水不改，我怕你们兄弟二人再生争执，怕是有血光之灾呀。到时候贫僧就算是做了鬼，也不能放过自己。牛哥哥，我的亲哥呀！高僧啊，姻缘也能改吗？好，我现在就正式任命你为积雷山的首席风水师。别说一所破茅房，就是整座牛府拆了，我也在所不惜呀！阿弥陀佛。高僧啊，但是我丑话说在前头，改完风水，我还得吃你。不要放枸杞。上火。唐僧一定不能给六耳猕猴吃掉，不能让他变成真的孙悟空。快点！那个臭和尚，他要折腾到什么时候？嘘，人家现在可是积雷山的首席风水师，你信不信？他让大王现在把你宰了，你今儿立马就死这儿。不是，我就是想不明白。你说我们明明是要把他吃了的，现在倒好，不但不吃了，好了，我们还要听他的那指挥，干这干那的，凭什么呀？他也威风不了多久了。等咱风水改好，一样吃了他。别多吃两块，干吧，干吧，走吧，走吧。首席风水师。首席风水师，为什么要填掉呀？只是一汪泉眼而已。牛施主，你听我说啊，这个泉眼呢，正好在七杀之位，大凶啊！而且你命里又属火，一定要填掉的。牛施主，只是一个泉眼而已，你怎么这么耿耿于怀？那是我20最美好的回忆了。我小时候经常在这儿玩的。牛施主，不要太悲哀呀，有失必有得啊！哎呀，看来牛施主也是一只很有情义的牛啊！不要看我甜啊！悟空用力，妖马合一呀！悟空，搬你个大香蕉啊！凭什么让我一个人搬呢？悟空啊！改风水也是为了你好，他们都不够力，只能靠你了。团结就是力量啊！那你为什么不让那头牛搬呢？走开！臭和尚情义太深了。哎呀，大哥，你好惨呐！这只死苍蝇啊，就是耍你玩呢。突然之间等救兵来呢。谁会来救他？这个我不知道啊。但是啊，你想，万一别的山头的妖怪知道消息来抢他的话怎么办呢？所以啊，咱们干脆不如一刀把他宰了。你想，咱把他吃了就长生不老了，还怕什么血光之灾呢？哎呀，大哥你好惨呐！
复红。嗯。